好，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2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今来关心半暝的大地震。今日翻点过半暝1点41分发生大地震，真侪人拢往海真神。地震的中央伫花莲近海，规模6.6，地震的深度是30.6公里，全台湾拢有感觉。台东上界摇上界海，震度是6级。若花莲的震度是5强，咱台湾有要挖一半的县市震度是4级，伫台东嘛有传出灾情。下泡面准备食宵夜，煞向好大地震，海甲徛袂在。国家警报一直响，泡面也归涂骹。半暝连续大地震，东部各地陆续传出灾情。长滨乡一88岁姓林的老先生，困梦当中互落来的虫仔弄着头，送到病院了后，因为疫情真济，院方只好将病人塞到外口治疗。吓到了。哦，我惊啊！唔敢困啊。哦，QQ 一关。超商货架物件拢全倒去，面体涂骹也被开。先锋镇的黑龙所切白虾，因为水管被开，10多万尾大虾甲8万尾虾仔也对水流，损失超过200万。刚才这个水全部都溢出来嘛，哎呀，现在池子全部都干了，虾都漏完了。超过10栋的大石头，将近1.8公尺高，直接落伫华东海华公路、长滨乡永福路，还有真济石头挡伫路。路南路段规个封起来，第11线成功镇部分路段也发生路石崩起，半线道路无法通过，玉长公路也封起来。32.5公里处发生路面龟裂，形成高低差，公路总局已决定自即刻起封闭玉长全线道路。消防局东河分队也加做受灾户，阿鲁面门拢变形，消防员只好停落来继续执勤。长滨永和社区民众惊到规暝唔敢困。还在摇啊！现在还在摇呢。花莲南区摇篮山灾情，由里镇太平桥一个路顶倒去，因为在有线拓宽双线封闭当中的巨型桥，新起的桥边也落去，也个比像铁片厝顶变形，好在无人受伤受困。规暝大最细地震超过38下。1点41分的地震发生之后呢，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边海板块、高压板块碰撞到的上面，然后产生了一些破碎带，所以引发了一些地震。那陆续这些余震发生的其实也是差不多。半暝1点41分的地震是今日目前上大，规模6.6地震，后上43分甲46分各发生规模6.1甲4.7地震。气象局表示，一礼拜之内，拢可能会有4点外，甚至有接近5个地震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尤其除了有人半暝互地动海精神，可能嘛有人互大雨差精神。咱来看天气，今日咱会受东北季风甲花莲喷河区向东边线的影响。伫今仔日甲明仔载这2天，咱台湾附近的水汽有较饱甜，所以雨水会较高。咱来看分图。今日透早，真侪所在拢伫对流云系之下，尤其是新竹到彰化，爱说是向上大雨，但雷公甲强阵风。今日咱受东北季风加上花莲喷河区向东边线的影响，这2天伫台湾附近的水汽较饱甜，雨水会较高，各地拢会落雨。北部各地山区雨会较粗。若温度方面，中部以北、宜兰、花莲温度是15度至22度，规工拢感觉凉凉啊。若南部、台东温度是18度至26度，会感觉较舒适。明仔载天气甲今仔日差不多，不过水汽会减少淡薄啊。拜五的时，东北季风就减弱，各地会恢复好天、舒适的天气。不过真紧，伫拜六的时，佫有方面会瓦紧，佫会变天。刷落后礼拜一开始，花莲喷河区会佫来，就日头落雨。来关心303大失电，传出有人是因为停电死亡。这是高雄有议员是表示，有一个靠呼吸器在喘气的老大人，80多岁，80岁啊，因为停电全无气，不幸过往。认为市政府爱替民众去讨公道，因为这件停电的事故是人为的过失。检方嘛已经传兴德电厂3个员工去询问，认定这3个人涉嫌公共危险罪，每一个拢是以15万交保。台电人员到死者厝内了解情形，高雄前金一个80岁中风长期倒伫床的吴老先生，因为肺炎需要使用居家呼吸器。303全台湾大停电，无欠连功能的呼吸器无法度供应sản xuất，家属求助119也卡袂通。吴老先生不幸伫10:05分过身，需要家属真侪改甲台电反映，台电一直拢无插，一直到议员即阵讲出这个案，台电派员上门了解。那一天那个他们就一直要打119。
案件到底是怎么样，死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中间的因果关系到底是什么，来做一些判断。但基办甲台电拢表示会查清楚追究责任，后续相关法律费用会由市政府承担。按国议员指出，除了5架，还有接到其他民众တင်情，厝内使用居家呼吸器也是抽痰机的长照病患，及时送急诊救治。希望市政府关心经济损失以外，也应该掌握停电对这家庭造成的伤害，提供相关的协助。鸡鸭鱼、养殖业、渔牧业都会赔了，我一条人命谁来赔我？你要给民众实质的帮助。303大停电影响各产业甲民生，台电事后检讨报告讲，停电主要原因是电厂人员认为疏失。桥头地检署2日搜查兴达电厂开关厂控制室值班主任甲相关人员3人，去互检方依照涉犯公共危险罪嫌侦办。认为被告简然、田然及李然等3人均涉犯刑法第176条及第188条等公共危险罪嫌重大，那没有羁押的必要，均分别预支新台币15万元交保。电厂叫人搜查，3个员工接受检方侦讯。台电回应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由司法机关侦查。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疫情。昨昏咱国内新增加79个大病入境的案例，阁有10个本土病例。这本土病例内底有3个是台北市联合病院和平医区的护理师甲伊的厝内人，另外阁有6例是家己食喜酒的群聚案所传出来案例。所以疫情指挥中心即马嘛表示，家己即阵食喜酒的案例已经造成16个人去围着啊，所以宣布对即马开始食办岛袂使去共敬酒。台北市联合病院和平医区一个40多岁查某护理师，伫病院急诊的甲发烧的体检站做工课，有做过3档新冠疫苗，毋过伫3月2日出现发烧、规分输肾豆豆的症状，去互医生看做采检确诊，CT 值是11。原来因翁婿甲后生嘛拢有去画着，毋过无症状。指挥中心研判，虽然目前感染源还不明，毋过接触感染的可能性相对是较悬。3月19号，有接触2位，一位从马来西亚回来，一位从美国。马来西亚的回来的，他的 CT 值就14，那 N 抗体是阴性。那目前暂为就是比较有可能是由这马来西亚回来这个有可能的接触传染的可能性相对最高。我们医院的工作人员有列18位为风险的对象，目前已经做过 PCR 都为阴性。家己食喜酒的群聚案，即马佫新增加6个确诊者，其中暗号22176是甲暗号21916带做伙的查某囝，伫居家隔离的期间确诊。暗号22039就顶警察因女朋友，也就是暗号22224，即马嘛去画着。另外一人为互证人，人数较侪是退休的校长，暗号22137，伊小连续为互因看守，也就是暗号22177，甲伊的2个朋友，暗号22225、22179。也阁有22179因同事，暗号22180。因为这个群聚案已经有16个人去画着，指挥中心嘛宣布，为即马开始，食喜酒袂当达到敬酒。起身，大家在敬酒，那口罩也就没有戴。然后足桌，那万一有一个确诊的在里面的时候，那相对的容易做一个比较多的一个传染。另外，新冠疫苗医药平台即马嘛伫要退场，指挥中心宣布。第28期新冠公费疫苗医药平台，伫3月23至25开放有符合资格民众医药做第3档的追加社。这个医药平台会伫4月初1停止运作，民众未来若是有做疫苗的需求，都要家己上网查询甲预约。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2022智慧城市展览当日举办，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是表示，昨昏伫台北举办的这个展览内底有一个外国贵宾互验出阳性，即马因规团8人拢伫隔离，也毋过展览是照常举办。因为即届来的这个外国贵宾拢是用专案的方式入境咱台湾，无随采检，嘛引起批评。由台北市桃园甲高雄共同主办的2022智慧城市展览，22伫南港展开序幕。即届邀请的贵宾有36个国家、76个城市，来参加的外宾每一个人喙暗挂好，现场完有有红线维持安全范围。只是活动开始前，却传出有外宾确诊。这个展的所有的防疫作为都是我们跟中央 CDC 还有外交部以及国发会一起。从防疫计划开始，然后每个细节都是我们经过中央地方一起确认的，所以外宾确诊本来就在我们的计划可能范围内。
强调会场拢谨慎防疫。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也证实，经过台北市联合病院采检了后，有一个外宾确诊，CT 值35，同团8人全部居家隔离，未参加展览。展览也是照原计划进行。也毋过传出即届来台湾参加展览的外宾，并无落地采检，就带入去饭店。事后由病院派员去饭店采检了后，确认其中一个人感染。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这个外宾是采用专案入境的。那旅客或参与的人员并没有拒绝采检的形式，大家也都配合了采检。那江学校后来因为有这样的确诊，所以大家也会配合相关的隔离措施。强调外宾入境无拒绝检验，但是中是讲虽然有人确诊，不过对社区影响程度真少，只是专案入境是不是会当唔免伫机场采检？但是中回应，外宾入来一定要依照规定采检，若是采检场所爱看整体安排，由主办单位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咱国内的本土疫情较稳定啊，防疫旅馆疫情稳定了后，防疫旅馆的需求量嘛较降低啊。亲像6号万亿酒店嘛已经宣布讲，因对4月18开始要退出防疫旅馆，要改登去做一般的观光客。但是你有那个入境许可证吗？机场的防疫人员一个一个核对乘客身份，随做快速核酸体检。22早起10点10分，头一架为韩国飞来台湾的飞行机，严格执行落地采检。结果飞行机顶30个乘客，就有4个人采检是阳性，其他的人是全部送去防疫旅馆做10天的检疫，也有其他采检的措施。目前外国疫情也是真热烈，不过国内疫情有较缓和。即马已经有饭店的业者认为防疫旅馆已经出现供应超过需求的情形。入境人数减少的状况下，也是会跟台北市所有的防疫旅馆来去做一个价格上的竞争，所以在这样的条件评估之下呢，才选择回归星级旅馆。台北6号万亿酒店大兴宣布，为4月18开始转换做一般的旅馆，为即马开始开放订房。另外一间是台地的英德吉酒店，已经开放7月份了后会当订房间。中华酒店集团因下底品牌一处理是也有提供防疫旅馆的服务。敢是要跟咧退场，伊是强调回归市场的机制。防疫旅馆的市场已经慢慢不见了，只有捷斯旅有在双北有，各依照市场的需求。部分旅馆的业者是选择观察一阵啊。旅馆业者表示，防疫旅馆的退场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尔。不过边境放令，阻挡潜在带病入境的威胁，需要防疫旅馆的量能。不过未来恐惊也是爱面临大大减少的情形。目前防疫旅宿有456家，3万间的房间，使用率是大概是44% 左右啦。指挥中心表示，目前饭店业者有提供防疫旅馆服务的，观光局会补助一间房间1000块。不过补助敢若到今年的6月底，防疫旅馆的量能除了看补助，嘛要看供应甲需求的情形。入境旅客的济少，也有外国疫情的变化，这些拢是饭店业敢会继续来提供防疫旅馆服务参考的指标。记者综合报道。世界详情，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日本友台的国会议员团体昨天召开年度的会议，有安排做顾问的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甲咱的总统蔡英文进行头摆的视讯会谈。安倍有讲，伊希望来咱台湾访问，但总统蔡英文是表示欢迎。两个人嘛拢认为讲，绝对无法度接受中国用武力改变现状。来看《中国时报》。台湾的零售业版图要重新洗牌啊！根据了解，统一集团买倒来台湾的家乐福，这站买卖已经在售卖，连未到结果，金额应该超过新台币540亿。有专家是认为讲，统一集团早就有台湾家乐福4成的股权，厝内甲加落来，这是必然的代志。来看联合报，食药署昨天有公布上新边境食品的查验结果，无合格名单有一半拢是农药超过标准的日本草莓。食药署是表示讲，已经要求日本爱提供书面的资料，如果5月初6进程无够，安尼咱就要禁止日本的草莓进口。来关心彰化县有一批高档外的金针菇，进前是去予美国 FDA 验出内底有李斯特菌，要求拢爱全部回收。咱小署有随赶紧去彰化稽查，即马嘛要求爱暂停出货。
龟速的金针菇排规排伫自动化设备测度进步，来外销拢市场分任一间金针菇生产业者，透过中华县菇类生产合作社外销国际市场。也毋过美国 FDA 网站3月18公告，一批来自中华县菇类生产合作社的金针菇互检出有李斯特菌污染，转属回收。消息传出，卫福部4月4日中华县卫生局稽查人员随去了解状况，佮要求暂停卖出去。我们现在的稽查人员已经在现场，会立刻请他暂停贩售，然后也会做抽验。那第3个部分，我们会查一下，就是他卖到国外的金针菇是不是国内也有销售。就是我们有赴现场了解了，根据现场业者表示，该批金针菇共有926箱，每箱是50包，那每包是200克。那么其中2箱检疫之外，其他924箱全数外销美国。中华县菇类生产合作社无愿意加讲，只表示已经紧急召开应变会议，佮提出出口进程检验证明，李斯特菌拢呈现阴性。根据了解，合作社只负责出口行销，生产地来自婚林西地的上河农场。这个农场强调产品并无伫国内卖，初步检查出口可能是准期验菇，和产品超过保存期受到污染。在台湾这边检验出口的时候都是没问题，我们才会做出口的动作。初步的讨论可能是因为传奇的延误而造成，就是超出了我们那个正常可以保存的时限，然后而造成我们的那个产品受到污染这样。徐秘书表示，当全面清查中华县菇类生产合作社的产区来源，也提醒消费者，李斯特菌只要加热到72度以上，就会当灭菌。金针菇这煮熟食就会当免除疑虑。记者综合报道。上线消息，继续来关心国际上的大代志。这是俄罗斯拍乌克兰，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一座科学机关炮火攻击，有造成3个人死亡。另外，正重要的港市马利坡，虽讲是早甲密密麻麻，不过也是无人士坚心咧对抗。美国即马有证据是显示讲，俄罗斯的军方会继续攻击马利坡。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表示，南部的城市即马已经总毁掉啊，所以因是呼吁建立紧急人道走廊，互10万的百姓会当离开。伫南部往乌海都市赫尔松，这群人抗议俄军占领，雄雄听到炸弹落来的声音，大家赶紧逃开。根据乌克兰外交部资料，30万人食物件甲医疗用品已经得要用完。高指控俄军无必要民众撤离到乌克兰控制领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南部都市伫俄军的攻击之下，即马已经一无所有。副总理呼吁建立紧急人道走廊，因为有10万名百姓希望离开。11 автобусів та 2 машини Державної служби надзвичайних ситуацій були захоплені на російському блокпості на в'їзді до міста Мангуш та відведені у невідомому напрямку. Ми терміново вимагаємо від Між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ітету Червоного Хреста, від ООН, які мають забезпечувати і гарантувати. 俄军特别军事行动已经第4礼拜依然是停滞状态，无占领任何主要大城，不过对城区造成大规模破坏。22 марта нанесены удары высокоточным оружием большой дальности воздушного и морского базирования по военным объектам Украины. Оперативно-тактической и армейской авиацией поражены 83 военных объекта Украины. 伫宵禁状态，首都基辅西北边这7层楼啊，属于国家科学院的科学机构被轰炸。乌克兰国防部一名情报官员表示，这被写作2盘无人机研判，这波发动是无人机攻击。目前全国至少10间病院被炸掉，尤其哈尔科夫甲马利坡继续苦战。根据乌克兰国民卫队阿索营发布影片，因看到马利坡的工厂甲工业大楼发生爆炸，佮说明俄军者滥炸敌人火力，佮对马利坡的基础设施投炸弹。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俄国可能为阿索海向马利坡开火。公司新闻黄文玲评语。那伫乌克兰招白生囝是合法的，代理孕母的产检嘛真兴。战争爆发了后，不少招白生囝所生下来红婴仔，因为战争的关系，委托的爸母拢无法度来甲囡仔带回去。伫基辅郊区一间临时诊所的地下室，就已经有收容20个红婴仔。负责咧照顾这红婴仔护理人员是表示，因秘伫地下已经密码1月1。这个地下室的红婴房间哭声起起落落，护士抱囡仔过来摇车是无用试试。乌克兰战争爆发了后，伫基辅地区透过代理孕母出世的婴仔，就集中送到这临时诊所地下室小小的空间，客21个囡仔。
Ми тут знаходимося, щоб ухажувати за дітками за маленькими, які народилися, так як батьки зараз в цей час не можуть приїхати і з-за кордону і забрати їх.乌克兰大型产业发达，每年有几啊千个囡仔出世，因的父母来自中国、南美地区甲其他欧洲国家。根据乌克兰规定，只有翁某2人亲身到场，将为囡仔办出世证明，将因接转去。不过，战火目前阻断真侪家庭的团圆梦。护理人员透露，目前只有2对来自德国甲阿根廷的翁某来基辅看囡仔，也无清楚是不是用顺利领转去。在这种情形之下，照顾责任全部落在护理人员身上。 Раніше ми працювали за графіком. У нас був час для відпочинку. Зараз цього часу немає. Ми знаходимося з дітьми цілодобово. Намагаємося потрішки полежати десь, замінити одна одну, але взагалі дітей багато і роботи багато. Тяжко. Дійсно тяжко. 护理人员讲，因家己要囡仔，为照顾这囡仔只好牺牲家庭。佮加上乌军进攻基辅炮火愈来愈接近，因也唔敢转去到地面，已经伫这地下室伫要1个月，伫遮食物件佮物资也佮算充足。不过三人也无法度预料下1分钟是毋是安全。护理人员只好仰望战火早日结束，或者囡仔用顺利转去到爸母的身躯边。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 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4亿7千万例，死亡人数是超过610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89例，目前咱台湾即阵计共22091例。中国嘅病例无包括香港是超过13万例，日本超过615万例，韩国是超过993万例。 目前伫全世界嘅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81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2900万例。欧洲嘅国家英国超过2000万例，伫法国是超过2400万例。 镜头来孟加拉嘅物价起，伫2月份的时，通货膨胀是起到10个月以来新高，真侪民生物资是贵价拢买袂落去。因为政府是讲，拢是因为俄罗斯甲乌克兰的烧战，石油起，物件才会起。当地政府即马马上推出粮食的补贴计划，暂时要来解决物价起的问题。 孟加拉首都打卡装卡的工业中心法图拉，几百人伫大日头卡排队，单买较俗的油、扁豆啊、糖这基本物资。这是政府新推出的补贴计划，并加物资用卡车载去装卡，每一个家庭限买2公斤。有人一个等待4点钟，因为即马市面上价销伤贵，无牌活袂落去。 ডাল, ছোলা, তেল, চাল সব জিনিসের দাম বেশি। আমরা কিভাবে খাবো কোন? গরিব এখন মরার অবস্থা। থেকে যদি কিনতাম একটু দাম বেশি নিতে আর এই জায়গা থেকে নিয়ে কিছুটা ছাড় পাইছি। ন্যায্য মূল্যে এই জায়গা থেকে পাই।1.7亿人口孟加拉物价伫新冠疫情一直升悬，今年2月总体通膨率已经达到5.42%，创下16个月新高。官员甲最近农产品价销大起，讲是乌克兰甲俄罗斯战争有关全球石油甲商品价销。 反对派是控诉贸易商囤货化价已经举行真侪届抗议集会，佮准备伫月底发动全国大罢工。孟加拉商务部推出一项全国性的补贴计划，未来6礼拜为全国1000万的家庭提供平价粮食，一直到在该月结束，拢总有5000万人会得到这个好处。রাশিয়ার সাথে বহির্বিশ্বে যে একটা তেল আমদানি বিভিন্ন ধরনের প্রোডাক্টে যে হস্তান্তর করার ভাষাটা এটা এখন দেশে যুদ্ধকারণতে থেমে গেছে, যেগুলো অনেক সময় অনেক প্রোডাক্টে একটু ঘাটতি। আর বাংলাদেশের থেকে যেসব প্রোডাক্টগুলো আসে সেটা তো আমরা ভারত, বিভিন্ন চীন, বিভিন্ন দেশ থেকে আমাদের আমদানি করা হয়।开在这餐点定定有的雪莲子会列做第2阶段补贴计划，孟加拉消费者协会对这代志真欢喜。不过，原后民众认为，稻米、豆啊、加糖主要拢是本地生产的，战争暗是伫孟加拉拍，政府无能力才造成物价这么乱。公司新闻司会长编译。 镜头来南韩新总统尹锡悦已经宣布讲，伊要甲总统府青瓦台搬徙去国防部大楼后壁。不过目前执政的文在寅政府也佮国防部拢表示时间伤迫啊，安会害国安单位无法度作业。有韩国媒体即马嘛报讲，其实民调嘛显示有要6成民众是反对搬总统府。 청와대는 절대 들어가지 않고
이 어떤 제왕적 권력의 상징은 이게 조선 총독부터 100년 이상을 써온 데입니다. 그래서 저는 이 장소는 국민께 다 돌려드리고 국립공원화하는 것이 맞다는 그 생각에는 변함이 없고. 南韩总统府真正要搬厝，准总统尹锡悦20正式宣布，新总统府要设伫首尔龙山区的国防部大楼。即马的青瓦台是改造国家公园，就任迄天，也就是5月7日，都会全面对外开放。尹锡悦强调，总统府搬徙用意是更加亲近民众，也毋过消息宣布无几天，就引来反弹。After 5 years, what happens if the new president comes in and has different ideas about the residents? Are we going to change residents every 5 years? That certainly is not going to be a good option. 除了专家烦恼欠长期规划，民意也无真动。韩联社引用一项民调指出，有6成南韩民众无支持总统府搬厝。网络也出现反搬徙情缘，连署人数已经超过41万人。现任的文在寅政府日日表示，毋是反对尹锡悦，也毋过搬徙收过重磅。另外，上引人争议的搬徙费用，正正尹锡悦指出，会比4100万美金较低，也毋过伊的政权交接团队估计，敢若将联合参谋本部搬到首尔南部，就需要大约9900万美金，无包括搬总统府甲国防部的费用。尹锡悦发言人拜二回应，已经提前甲青瓦台进行沟通，也毋过交接工作进展无啥顺畅去，若有其他建议会认真考量。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24日明仔要伫北约峰会发表施行演说，另外伊也讲伊会继续甲俄罗斯谈判。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明仔就要去欧洲访问啊，要讨论这场战事。即马是风社传出来讲，白宫的新闻秘书沙奇去话着，啊那沙奇昨昏阁有甲拜登接触过2届，啊那拜登即马体检是阴性的。继续关心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伫今仔日通过欧盟甲印太地区安全挑战的报告，内底有写讲咱台湾是重要的朋友、民主的同伴，嘛反驳中国甲台海局势比作是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继续关心有一只蒙古级别货轮，昨下晡3点多伫台中外海，因为机械故障海起尊心泉起去，赶紧化救命。搜救人员赶紧去救，有救起来7个印尼籍的船员，也毋过有一个70岁咱台湾船员，即马也失踪下落不明。20日下晡3点左右，一只蒙古籍的货轮因为司机故障有沉船的可能，情形正危险。船顶8名船员弃船逃生，请求海巡救援。空勤、海勤、海空救援其中附近，日本货轮成功救起来5名船员。空勤总队搜救机伫下晡5点24分将吊挂断来。国防部乌鹰搜救机伫下晡5点12分成功伫海上吊挂2名船员。得救的7名印尼籍船员意识拢正清楚。还 OK。目前送到医院有7名患者，那目前大致7名的生命真相都稳定。那初步评估就是有1名是有头部的明显的外伤，然后一个是肩膀疑似有脱臼的情形，然后有1名患者膝盖可能也有一些伤势和胸部的挫伤，那其余其实都有一些轻微的失温。那目前生命真相都还算稳定。尾仔了后，蒙古籍的货轮已经沉落去台中外海，海涌有3到4公尺悬，海象无好。搜救人员出动直升机舰艇，继续海空救援失踪的70岁台籍船员。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彰高雄自强1路有车路凹落去，而且是愈凹愈大坑。原因是边仔有新建案，即马正在做地下工程。市府已经要求业者爱停工，嘛已经先罚业者9万块，而且通知附近的民众赶紧先撤离。太紧的啦！我放遐呢，我比你要紧。尽管处长受气未包厢负责人，这个新建中建案因为施工疏忽，造成所在地高雄自强1路甲83巷交叉口，日日透早4点外出现塌凹，而且范围哪大，毋但工地温暖，甲水塔严重起去，连路面拢凹一个大坑，好过一条巷仔会透天住户行到要害。当然会担心啊，早上看起来这么可怕，很恐怖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深度到8米多的时候，它有一些漏水出来了，因为是水压的关系。那现在等这些水压全部都一致平衡之后，我们先处理一下。
市工程员乌沙庄地赶紧踢掉泄漏的地下水。这个建案有计要起地上15站、地下2站，煞伫乌到地下8公尺的时阵出现漏水，建管处判断是地下室。更帮起啦，冻土壁密合度不足，佮外边补强止水起啦密度不足，造成附近路面土壤老石头凹长宽超过7公尺以上。沙质地形，你在开挖地下室，而且水位又很高，所以在开挖地下室的时候很容易发生事故。在开挖整个工程的施工的过程里面，他们都要针对这一部分去做一个风险的一个防控。机关处以违反建筑法，对于建案承造人等罚9万，佮下令停工，因为早起内部的范围继续扩大。为了确保安全，除了上瓦近的透天住户需要强制退离，区公所也紧急通知附近6户务必退离，保证这路段全面封起来，下道开始对内部的所在进行吞吐。要毋过有计需要大约3天才会当恢复佮通行。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捷运台北医站顶一日月台是汹汹倒火庆宴，昨昏有议员是批评讲捷运公司无要无紧，竟然无顾旅客安全，佮叫捷运爱甲硬驶过。台北捷运有8回讲，当时有确认讲是安全的，才会叫列车驶过。目前嘛调查出倒火原因是铁轨路有零件故障，才会造成这件意外。快速要通过磅空，远远看到铁路有火光，驾驶员赶紧停车，让较远的立刻通报。呼叫去另外一边监控中心回答，毋是要求先确认状况，是下令驾驶员赶紧通过。看现场原来有火星一直出来，捷运直接通过，难免让人心惊惊。我们是随时都在掌握现场的一个状况。那当然依照我们的研判是。这个所谓的轨道绝缘设备的一个部分，那依照过往的经验，实际上也没有安全的疑虑。代志发生伫11日，台北捷运往北投的淡水线列车，伫进入台北殡仪站前，迄个时阵月台有真侪火熏，佮有真插片的臭火大味。台北捷运事后调查，发现是轨道绝缘基板无做失效，才致使事故发生。这个基板本身如果绝缘失效的时候，它就电流会从这个部分经过基板里面的金属跟螺栓。导到这个预埋套筒里面，然后接到大地，产生一个漏电的状况。那这个漏电的状况，因为电流会产生热，就会把这个基板产生烧熔的情况。因为绝缘失效，电流通过唔能保护逃栓氧气，连基板材料有树冷的部分煞烧起来。虽然台北捷运强调已经超过4年啊，无发生类似状况，不过最近状况真多，也让民众对坐车安全有疑问。就起火了，对啊，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捷运方面觉得这样是 OK 的，也有可能会希望他们再多检查一点吧。在坐电扶梯的时候，的确有想到那个新闻事件，我想说，万一如果这样往下掉该怎么办？对，会啦，都会想到啦。台北捷运连续发生事故，先是新埔捷运站抢花失速停落来，造成30人失落受伤。即马又出现铁轨路倒火，公安事故不断，民众袂放心，对台北捷运的行车安全加添更侪疑虑。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上新的调查，有超过75%，75%以上的民众是认为目前做兵敢若做4个月伤短，建议爱延长到1年以上。咱国防部是回应表示，有咧研究这个议题，等待讨论。这阵乌克兰后备军人当咧整理武器装备，准备去战场保卫家园。即摆俄乌战争，互国内民众关注咱国防卫力量敢是有够，甚至目前越南制作4个月军事训练营，也引起各界讨论。台湾民意基金会民意调查结果，有超过75%的民众认为，咱国越南服役至少爱1年才合理。当长一点也不会怎么样，我自己是觉得就是都没关系啦。是为了那个国家的话，是1年是还好，但是个人的话会比较想要当4个月，会比较偏重是1年吧，因为4个月的话，就是很多都学不到。民调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基础，社会上的各种意见都是可以纳入演绎的，包括配套的措施等等。即摆俄乌之战也反映出战争除了军人，一般民众安怎维持各项基础建设甲民生运作也是真重要。军方出身的国民党立委吴淑怀建议，蔡政府尽速推动政军并推。作战不是只有国防部的事。我就建议院长能不能答应尽快推政军兵推，凭证怎么转换，相关怎么负责，这个不是到那一天才做，现在应该先规划、准备、训练相关。委员这样讲也是对的。
另外，即摆战争，美国伫中部甲后勤部分和乌克兰协助，有立委观测咱国甲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在这一方面经常在交流。我们这个地方知道，都在交流，但交流到什么程度，不便在这个地方跟委员做报告。副国长表示，咱国甲美国的各项军事合作关系密切，也毋过无方便透露相关细节。副国长也强调，军方有决心，也有能力保卫国家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咱环保署对去年1月份开始有推动听声音翕相掠噪音用科技执法，今年就掠1200多件，伫新北市的罚单开上济。要过若是同时间出现真侪噪音，也是真侪台车同齐通过，就无法度判断讲到底是倒一台违法碰碰叫。环保署即马表示讲，伫即部分会搁改善。看到告示提醒头前有噪音侦测处地照相。骑机车也是驾驶人都爱注意，若车辆噪音受大，伫速限50公里的道路超过86分贝，会互这套声音照相机器翕相处地，相关罚3600。环保署去年元旦推动噪音车的科技执法，今年开发1216件，通知5114件告检，外9成民众赞成这个政策。环保署表示，续落来要精进执法。在一群的一个车子里面，那我们怎么去辨识出这里面哪一辆是所谓的高噪音的车子？希望能够以阵列式的一个噪音计。目前只针对协调的单一特定车辆开发，续落来要开发多车源辨识技术。即摆新北市开发353件，占3成，全国上济。环保局表示，是布施伫真正较侪改装车出入节点的成效。除了声音翕相，其实早伫106年就实施暗时10点到加长工早起6点禁止使用无经过认证排气管的改装车伫路上咧走，早就会当直接开发。到2月底已经开发28000多件。透过妨碍安宁行为的一个认定，只要我在夜间抓到他是使用这个非认证的排气管，就可以直接开罚的话，这样就可以提升我们整个取缔的数量。环保局表示，实施动车使用无经过认证排气管的改装车拢真差。最近几年，随着认证厂牌增加，就需要搁用时间核对。环保署表示，地方主管机关会当以噪音管制法工具来实施，也毋过改装车无一定代表制造噪音。敢是要扩大到全国，是需要搁详细评估。记者综合报道。电影放上头，咱来看，俗语咧讲一粒米百粒汗。伫屏东的南阳国中就推广食农教育，逐年拢会带学生囡仔去捕田，亲身去体验做食人的辛苦，嘛教因食品安全甲环境生态知识。规定国中学生阿瑶咧捕田，这是屏东南阳国中的食农教育课程，互学生透过实际体验，认识食物来源，嘛了解稻仔种植的过程。农夫真的是非常辛苦，每天在大太阳这样子，很忙的插秧。以后我要吃饭的时候，绝对要感谢这些农夫。我们体验到农夫的辛苦，因为我们吃的米饭还有他们种的东西都是很辛苦种出来，我们现在才体验到原来这么辛苦。透过食农教育的课程，学生经过实际体验，才感受到做田人的辛苦，嘛因为安尼会更加珍惜食物，让孩子们学习到脚踏实地，也让孩子们学习到就是说他们的食物从哪里来。而且能够看到食安的问题在哪里。那我们知道它的食物从哪里来之后，他们会更珍惜他们的食物。南阳国中的食农教育课程，除了实际体验，未来嘛按算加入食品安全和环境生态等等的议题，希望除了让学生学到相关知识，嘛推广生态保育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咱伫台南柳营有一个互人合作草菇阿嬷的农民，合作陈秀娥。伊种菇已经种40冬啊，伊坚持无处农药，希望要推广友善农业。伫茶架顶悬爬悬搁爬架，额头躯身动作真流利。这位就是人讲的草菇阿嬷陈秀娥，伊伫柳营种菇已经40年，对自本的土角厝增加即马大数加平，讲毋但会当减少虫害，佮有助发芽，增加产量。咱这个稻草吼，好发酵，伊就是保温度吼真好啦，迄个烧度、温度，甚至讲足平均呢，伊会产生迄微生物的效率更好。迄个微生物就是你互咱的上阳菌吼，伊就是它的营养分啦。
自1985年开始建国以来，草菇阿嬷就超前部署，真讲究咱现代人讲的自然养生，坚持优先种植，用这种塑胶料来种菇，佫有一个上大的好处，会当家己烧烘炉下火，清水烟来杀菌，完全免除农药，拢袂残留。阮就是维持着65度，爱维持6点钟。可是你若当着歹天，当着这个冷气吼，你一栋料啊吼，爱杀菌差不多20外点钟，但杀会行。啊，无你掀开迄个蒸汽吼。伊就是互咱这空气已经甲伊拍冷去啊！你不要看他的年纪哦，他还跟得上时代潮流。他在这边他还要去申请友善认证。为什么要做友善？是因为他想要让大家都吃到健康的洋菇。为着要互更较侪人了解食草菇的好处，草菇阿嬷对社区教育嘛真关心，平时嘛常常会配合农会活动去参加各种的食农推广，望众人加食菜嘛通加食菇，期待地方的种菇产业会当更较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来家己市布基文化教育学会对时代的进步，因即嘛是用网络直播来分享生活化的台语，希望请更较侪少年家来学台语。你搁顶讲一个。学好食饭红毛喙，食饭红毛喙，讲假12对。用做实个家时来讲小解以前农村社会过生活的宝贝，嘛透过这物件，互线顶的人知影台语的讲法甲趣味的故事。树叶恁拢歌愈摇愈大声，足侪物件拢已经失落来。这个俗谚语嘛是古早宝啊，像以前昔时贤文啦、古早人的话啦吼，我拢感觉讲，迄足好诶，迄应该吼爱个了啊，甲推广，爱个了啊吼，互人知，教互囡仔。家己市母语文化教育协会即站开始用网络直播推广台语，逐礼拜拢有无同的主题。希望用生活化、佮趣味的内容，去引互少年人学习台语。咱用足生活的代志来咧讲安尼，互大家较紧接受，大家较紧学这咱一寡知识啦、常识啦，即个生活中拢会当去学着，安尼包罗万象足好诶。协会表示，对着时代进步，语言教学的思考嘛爱改变，袂当阁只是透过课本的内容来上课。目前因网络直播已经有3届，一开始是15分钟，未来会看网友的反应，再过来调整时间。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新竹的六福村内底的动物园是啥真侪游客去参观，严格因引进麒麟鹿、长颔鹿，伫10冬内已经饲死8只。昨昏有动保团体开记者会，反对因继续进口麒麟鹿。将手机放伫麒麟鹿布丁妹的位上头前堆书，新竹六福村园区内底麒麟鹿布丁妹今年正月就爬过身，敢若15岁。动物保护团体指控六福村管理失当，10冬以来有8只麒麟鹿饲甲死去，大部分拢活无10岁。它和其他的长颈鹿其实都一直患有一个叫做年转胃虫症。这个寄生虫呢，它们长期耗损所有长颈鹿的健康。导致他们必须不断的服用各种的抗生素、驱虫药来治疗。长颈鹿只要小于10岁就死亡，都算是非常短命的。然后，更何况长颈鹿的平均寿命其实可以高达27岁。动保团体表示，园区内底真侪所在伤矮，环境佫歹，无法度满足侪动物的需求，而且佫有互游客付钱饲动物的体验活动，违反动物的品性。去年六福村佫再提出引进3只麒麟鹿的申请，动保团体即马要求政府驳回，嘛要求检讨引进动物的流程。新竹县政府就已经启动了动物展演现场的一个营运计划的审查，因为会涉及到它的饲养场所到底适不适合再引进新的动物，它也有做现场的会勘。那包括对于动物运输，也要求业者要提出完整的一个动物运输计划。针对指控六福村无提出回应，动保团体批评，因为恶质的居住环境，真侪动物已经出现异常的行为。但是六福村佫伫有限的空间之下，继续引进生态动物，地处环境愈来愈歹。若是无改善，就引进会造成更较侪悲剧。记者郭军、赵军和张有水新竹台北报道。台关心联合国伫5月份的时，因要召开生物多样性大会，要抢救共要济种，也是濒临危险的物种，亲像森林之王狮，也有细只的虎齿，即马拢出现生存危机，需要保育。
这只互人救落来扶起，药伫地下内底还藏几啊只食冷的囡仔。扶起有粉红边啊、长尾，外形虽然甲鸟鼠同款，煞甲地鼠同款是有地下类的动物。哥伦比亚北平这个野生动物保育中心表示，扶起大部分住伫森林甲农业地区，暗过都会区扩大，即马都市内底仍发现因的影子。La función de la carigüeya es súper importante. Ayuda a regar semillas, ayuda a controlar plagas, nos ayuda a tener como cierto control de las serpientes porque ellas tienen una resistencia a cierto veneno y de ahí se puede sacar el suero antiofídico. 保育人员指出，护齿对边境生态维持生物多样性有重要角色。不过，一般人有错误认知，就是甲鸟鼠同款会带来垃圾甲疾病，有人甚至会做出虐待行为。En ese punto, la gente lo que hace es tírele agua y muchas veces el agua que tenemos es agua caliente, la quemamos. 这只护齿送来保育中心的时阵，非常区严重受伤，互工作人员则唔甘。专家澄清，护齿被传播超高病是类疾病，呼吁间和平共存。在苏丹这个保护区内底，细菌看起来真微补，不过其实才有几啊只为克图河动物园抢救落来狮仔，捌枵甲3比8。因为苏丹政治甲经济危机，老百姓拢食皮饱，无法度照顾狮仔。虽然送到这，狮仔的健康也已经改善，不过因伫这同款有食物无够的困境。بنخاطب في منظمات شركات حتى سفارات عشان يساعدونا في موضوع التغذية لكن لحد الآن ما في واحد استجاب للطلب بتاعنا للمساعدة. 非洲狮仔目前已经被列入易危名单，保育人员讲，为着互狮仔活落去，搁找回已经伫苏丹消失的像吉林路甲板尾，保育区会透过收门票这方式渡过难关，也希望大家能伸出援手。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来关心欧洲太空总署甲俄罗斯国家航太局有合作火星探测计划，原本是按算伫今年的秋天要对俄罗斯发射探测车去火星，不过进前拄到疫情，即马阁拄到战争，俄罗斯阁互国际上制裁，所以即阵合作案嘛成动点。每年火星的表面有流星射落来，弄出来大坑，还佫正大粒的石头挡伫咧路的。这是科学家建造的场景，要来试火星探测车山顶落的能力，而且伫咧火星表面动力只敢若地球的0.38倍，这点也会考虑。It's the exact replica that we use first to perform all the what we call end-to-end testing to demonstrate that we are ready for the real operation, and we will use during the mission to recreate difficult conditions that the flight model might encounter. 这台叫做罗林莎富兰克林号的探测车，是欧洲太空总署研发，伫欧边甲俄国合作的火星计划 ExoMars， 将会在俄国制造的着陆器升空，到位了，伫火星的表面甲机赛收集土壤的样本，做有机物质的分析。探测车顶头也有土地雷达，会当摕到高解析度地下结构的情形，了解火星地表的结构。Le condizioni, proviamo le sequenze e poi quando siamo sicuri possiamo mandare tutti i comandi che mandiamo direttamente qui dal centro in Altec direttamente al rover che si trova su Marte, si troverà su Marte. 探测车若伫咧火星拄到任何状况，拢会甲主线传转来地球。总部人员重新设定了，结果将指令送去予探测车。Quindi la nostra speranza intanto è di veder muovere il rover esattamente come lo abbiamo progettato e inoltre di ricevere finalmente, una volta che la missione viene eseguita, dei dati che ci possono dire se veramente su Marte c'è o c'è stata vita. ExoMars 的计划另外一个合作的伙伴是俄罗斯国家航太局，除了提供着陆器，也负责发射任务。不过，这项计划先是伫咧2018年，因为设备的问题延到2020年，无想到讲拄到疫情，搁延到2022年。即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欧洲太空总署也发声明讲，未甲俄国最近发射火星探测器。Certainly, in this century, we will start the present of the man on Mars, which is the next step of exploration, and we will see what happens because it will not be the last.
特别若让26个月就会出现一个适合背向火星的发射窗口。若错过2022年这边，所落来就会等到2024年年底。届时国际经济有甚物发展，是不是继续合作也唔知。公司新闻王必文编辑。天气报道在做伙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16度，上悬18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5度，上悬19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8度，上悬26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25度。外岛的温度上加14度，上悬2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英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